南韓軍方指北韓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疑似彈道導彈，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之後嘅首次，相信係試探華府取態。南韓表示會確保北韓受到應有嘅懲罰。美國形容試射彈道導彈係挑釁，將會要求中國加強約束北韓。有羅佩儀報導。北韓領袖金正恩喺元旦賀詞中提到，洲際彈道導彈試射準備接近完成。外務省隨後亦都表示，北韓可以隨時隨地試射可攜帶核彈頭嘅洲際彈道導彈，射程可以覆蓋美國，言猶在耳。南韓軍方表示，北韓星期日朝早接近8點，由平壤西北面嘅平安北道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飛行物。飛行距離大約500公里，未進入日本專屬經濟區海域。南韓聯合參謀本部因此推斷，北韓試射嘅並唔係洲際導彈，可能係經改良嘅無水端遠程導彈。今次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後，北韓首次試射導彈。適逢特朗普喺華盛頓接待到訪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分析相信平壤政府係藉此試探美國新政府嘅取態。北韓自舊年4月中，先後8次試射無水端導彈，對上一次係喺上個月，大部分試射都係以失敗告終。但係領袖金正恩就揚言，北韓有足夠能力去美國太平洋地區發動攻勢。而喺4年前嘅2月12號，北韓亦都曾經聲稱進行咗第3次核試。I just want everybody to understand and fully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nds behind Japan, its great ally, 100%. North Korea's most recent missile launch is absolutely intolerable. President Trump and I myself completely share the view that we are going to promote furth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and also we are going to further reinforce our alliance. 日方表明，北韓喺安倍訪問美國期間試射導彈，威脅日本同地區安全，已經向北韓提出抗議。參與北韓核問題6方會談嘅美日韓團長通電話，認為有必要強硬應對北韓挑釁。三方代表將會喺華盛頓舉行會談，商討具體合作方案。至於南韓青瓦台亦都臨時召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商討同國際社會合作應對。軍方繼續關注北韓動向，保持戒備，並且警告平壤政府，如果輕舉妄動，將強硬回應。瑞士喺星期日舉行公投，否決複雜嘅稅制改革，但係同意放寬第3代移民入籍限制。當地傳媒報道，呢一項簡化第3代移民入籍程序嘅措施喺公投得到60%選民嘅支持，獲得通過。新例適用於喺瑞士出世、未滿25歲嘅第3代移民，只要佢哋嘅父母以及祖父母已經移居瑞士多年，佢哋喺申請入籍嘅時候可以豁免接受面試同測試，去證明自己已經融入咗呢一個國家。當局估計合資格第3代移民目前少於25,000人，大部分都係意大利移民嘅後裔。另外有近60%選民喺公投反對改革企業稅制，唔贊成政府提供大量稅務優惠，吸引外國企業到當地投資。為咗要進一步提升本台嘅新聞節目，我哋 KTSF 26台而家正在進行一項調查，歡迎所有觀眾參與。大家對本台新聞節目有任何寶貴意見，請上本台 Facebook 專頁，又或者本台網頁www.ktsf.com。稍後為大家報導北非特尼斯一間公司設計咗一個外形獨特嘅高效能風力發電機，靈感來自大自然飛行高手蜂鳥。